嗯，你拢安怎困呢？有人是困叹气，气就是歪歪无正的意思啦。有人是困叹笑，笑伫遮毋是喙开开咧笑哦，笑伫台语，阁有面顶悬的意思呢。亲像咱跋杯的时，有时会笑杯，就是杯的面顶悬，所以号做笑杯哦。笑杯就是杯倒叹笑啦。嘛有人是困叹拍，老大人拢嘛讲，迄红衣仔爱互困叹拍，后头壳才袂得变去。你拢安怎困呢？是困叹气、困叹笑，也是困叹拍咧？这个问题吼，恁看迄是啥？哎呀，是超人飞叹气呢！你讲捡台语文教基金会，叫你不管安怎困，拢会当一眠到天光。